香港朋友注意啦，屋企人過戶層樓俾你，點樣最慳錢又唔會走冤枉路？今日同你講下繼承、贈與、買賣過戶，邊個最啱你？有問題隨時揾我哋幫手。繼承過戶最慳錢，但要等，唔使交契稅、增值稅最慳錢，但要等人過咗先啦。但係有親戚爭執或者文件唔齊，唔使怕，我哋律所幫你搞掂。要準備死亡證明、樓契、親屬關係證明等。贈與過戶想快就揀呢個，老人家仲係就用贈與，贈與人唔使交稅，但係受贈人要交3%契稅。記住要先還清按揭，合同要寫清楚，避免日後有爭議。我哋律所幫你搞好，買賣過戶最靈活，保障交易安全。滿5年唯一嘅房，只需交1%契稅，增值稅同個稅免。要注意，交易價低過指導價，要交指導價稅。買賣過戶可以貸款，未來都冇限制。我哋律所幫你審合同，保障交易安全。點揀最啱？諗慳錢啊，等得嘅。選繼承過戶，有爭執就揾我哋。急住過戶冇貸款，選贈與過戶，我哋幫你睇清合同。要供樓或者將來再賣，揀買賣過戶，滿5年唯一更抵。記住過戶唔免費，選最啱嘅方法，唔好亂嚟。有問題隨時揾我哋。